4. 填入副词的范例。我散步不忙，跑到出鬼神寒，底下空格记得清清楚楚。华语的意思是：我昨天晚上做了梦，吓出全身汗，现在怎么样？记得清清楚楚。在这种情境中，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副词呢？选项里面有憨、马、oi。现在把选项带入空格试试看。把第一个选项憨带入，憨记得意思是仍然记得。把第二个选项马带入，马记得意思是尚未记得。把第三个选项 oi 带入， oi 记得意思是要记得。依文意逻辑，第一个憨记得是比较合理的答案。我散步不忙，跑到出鬼神寒，底下憨记得清清楚楚。我昨天晚上做了梦，吓出全身汗，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。5. 最后填入连接词的范例。听讲冲头是风头，但抢面色会较红亮，空格不变。听讲冲头是风头，听讲就是听说的意思，冲头就是常常的意思，吃风头就是吃红豆的意思。听讲冲头是风头，就是听说常常吃红豆。但抢面色会较红亮，但抢就是不止的意思。面色就是气色的意思，但抢面色会较红亮，就是不止气色比较好看。现在我们将选项一一带入试试看。第一个选项还做得不废，还做得就是还可以，还做得不废就是还可以补写。加入第一句话，但抢面色会较红亮，还做得不废。不只是气色比较好看，还可以补写，文意合理通顺。第三个选项就做得不废，就做得就是就可以，就做得不废就是就可以补写。如果我们单看这句的话，好像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加入前后文的句子就变成但抢面色会较红亮，就做得不废。不只是气色比较好看，就可以补写，前后文句意思就不通顺了。第二个选项还晓得，还晓得就是还知道，但抢面色会较红亮，还晓得不废。不只是气色比较好看，还知道补写，文意非常奇怪，所以答案选第一个选项。今晡日，按抗疫能力，提出去可以促进认证的得分策略是讲道理。希望大家考试顺利，加油哦！